大宝王及诸佛菩萨顶礼三拜，拜。起，再拜。起，三拜。还有福报，所以今天恭请法王给宝鸡乡的弟子跟台湾的信众一个过年的佛法上的开始，谢谢法。先教为主，从此以后也是那个出家的人的这个戒律方面开始了。这一些维拉的吧，他们都是在家的所以这个冈布巴呢接受那个阿底峡以后，把显教的戒律吧这些出家中的所有的以及显教的这个看法都接受，然后掉落拿入马班比勒来吧，从这个修行的金刚乘的也是接受了。这以后呢，两条河流显密两条河流在冈布巴那边融合了一条。那一条线里面比较修行方面呢，大手印五支，这是一个体现特别的。体现出这个大水显教双修的这种显密双修的这种代表的主要的就可以大水五支的修行法。那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修上师相应法的时候，其他教派都是上师相应法，你的上师相应法就是了嘛。但是有那个大水五支这个特别的，先上师相应法的时候。化成的相应吧，就是释迦牟尼佛，然后念这个赞颂啊，这方面有那个是化身啊，再来是一个报身的上师相应吧，就是大智如来，主要是修大智如来，然后大智如来一起呢，传承的上师所有的心咒一起要念10万遍，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也是10万遍。那这以后呢，就是一起修化身、报身，然后法身是金刚组织，关这个金刚组织来有念。领导安置普尽心要理，天护法心深远如开甲，其心人云常驻百劫，无其上师门尊之加持。铁地双运本觉真谛理，金刚大路汹涌之美尊，深深誓言誓愿天。希有难得无量光佛尊，有尊者大悲观世音，作为大利大势至菩萨，是周无量佛菩萨围绕，一知无量稀有妙安乐，名为极乐世界之净土，十法种子命中之当下，无为法身居中所阻断，于彼生一愿见弥陀佛，我今如是法之是愿意，十方一切诸佛及菩萨，无碍成就其心持加持，贝亚他本扎吉亚阿瓦波那那耶娑哈，希有难得无量光佛尊，有尊者大悲观世音，作为大利大势至菩萨，是周无量佛菩萨围绕，彼即无量稀有妙安乐，名为极乐世界之净土，十法种子命中之当下，无为他生
悉菩萨，无碍拯救